老板，三花面上市的，真的啊，今朝到你去商场，摆着拿面馒洗脱。明天回去看看呢，我其实面蛮也会得脱。冯玉记，老板，你也种1年份来着哇？人蛮多的，今朝一包单，3个人对。单位都小。来到里向生意是没闲话讲，熟满。为何你来得早？暗点是包单也没位置。唔多2位女士先歇歇啊，生意还不够，所以新店已经辣辣3着，连锁店辣辣东京南路的新昌花园，估计再有半年么，搿搭还7着。同是天涯沦落人，一包里去侪是肚皮饿得咕噜咕噜叫个人。快着快着，下段一桌3只位置的，谁也轮上2着。你们3位小菜水果赠送吗？来俺不送的，来别包先吃2只。那个应该是50的。我你比我多了还。你点个三花面摊餐来着，蘑菇、青菜，还有1人1碗干汤。那个小袋子是什么东西啊？赠送的虾皮酱油，哦，我送花枝酱油了。对，3瓶啊。那么俺把3瓶酱油侪拨你。1份三花面送1瓶，3份送3瓶。明白明白。那花面虽然嫩，三花面的精华就是花仁、花黄的花枝。我看看那面馒阿拉海了。民以食为天，天底下最幸福的事体，就是看自家欢喜的人吃么子。刚这部面蛋了哈，吃下子下趟再来，走吧。侪是花枝酱油。我不今朝吃下来面蛋了哈。淋的也可以。现在送你走起啊，汽车车出来么，总归汽车走起。哎，但是。身体健康，身体办重，好吧？谢谢。